来继续来看中国的解放军包围台湾的军事演习，才告一个段落。中国伫同一天，随着公布因史上第3份的对台政策白皮书，讲这个一国两制内涵改变了。讲这份甲前2份上大的无同，就是因并无承诺台湾统一了后会当保留军队，啊嘛无讲。外派行政人员甲军队进驻台湾，也就是讲到时阵有可能会派行政人员甲军队来进驻台湾。啊，讲这个中国的国力甲军力是比以前加真强，所以互台湾会当谈判的空间嘛愈来愈少咯。中国解放军伫台湾附近的军事演习10号才拄结束。同一天，中国各台办随公布台湾问题和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引起讨论。那当然，它也可以说是组合拳的一套。苏联红军在他们的作战教范里面就有去提到一点，就是说我先用火力消灭敌人1/3，再用宣传让剩下1/3就会无力，最后的1/3就会自动瓦解。文攻于武吓来分化我们国内的团结。北京伫1993年8月第一摆高安会谈的时，前总统李登辉推动中心登去联合国的时，发表头一份对台湾政策白皮书，台湾问题和中国的统一。2000年2月，伫两国论和总统大选之前，讲到一个中国的原则和台湾问题白皮书。当时2份文件拢讲到解决台湾问题基本方针和有关政策。不过，这摆第3份上大的无同，就是无承诺台湾统一了后会当保留军队，嘛无讲袂派行政人员和军队驻台。力道加重一定是必然的，因为其实中国它现在的一个国力或者它的军力跟过去是绝对不能够去相比，给台湾的筹码会越来越少。对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讲，他会去强调的是有些东西已经台湾没有什么筹码空间去谈的，他会用一个很现实的角度来跟台湾进行一个交流或谈判。学者嘛认为，台湾的国防战略、经济贸易和能源政策的布局，应该全盘规划完整的配套措施，才有法度应付中国对台湾政策的调整。你好，我是宋彦明。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另外，可以上 LINE 贴图小铺来购买华视主播的官方贴图。